最近為公司嘅一位客人跟進驗樓過程，嚟到一個 suburb 叫做 Flagstone。Flagstone 距離布里斯班大概50公里，大約有50至60分鐘車程。區內嘅配套相當之齊全，包括有大型嘅購物中心、學校同醫療設施等等，都能夠滿足居民日常所需嘅。咁呢個大型購物中心係呢一區嘅商業核心，原本係2008年建成，後來喺2019年擴建升級。教育方面，區內有2間公立學校，分別係 Flagstone State School 同 Flagstone State Community College。區內喺2018年年底起咗一座佔地十分廣嘅大型冒險遊樂場，當中有11米高嘅瞭望塔同埋天橋，耗資有1200萬澳幣。喺交通方面，有535巴士服務來回往返 Flagstone 同埋 Bounce Ping。咁 Flagstone 其實咧，佢喺2016年先正式成為一個 Logan City 嘅 suburb，喺2021年先迎嚟第一次嘅人口普查，而當時嘅人口係7087人。而 Flagstone 亦都因為係政府重點發展嘅區域，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新建嘅獨立屋，佢嘅街道都係屬於整齊同埋綠化空間充足嘅。同埋我哋都可以預計呢一區咧依然會係有好多新嘅 supply。咁至於係2025年8月為止嘅房價數據咧，我就會 share 喺 description 嗰度，大家可以參考。